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说有事的所知，还有无事的所知，那以及到一的现象的部分。所以今天呢，是从第87页的第4行，就是个别的法及义的现象开始。那这边呢，就提到说个别的法呢及义的现象。那既然提到个别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边所谓的义呢，它一定要是具备两者以上。那我们这边所谓一和义的这种分类呢，它是属于说体性的分类。你只要是所知的话呢，它要么就是义，要么就是义。所以呢，在定义的这边呢，就是义的这个现象呢，就一定提到说个别。那你只要说个别的时候呢，它必定是一以上。如果说只有一个东西的话呢，比如说我的名字和我的名字的话有什么差别？这样讲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所以他讲到个别的时候呢，就表示一定是多数。所以呢，在提到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指两者，凡是两者以上的呢，都可以称之为义。就是除了一之外的这种有法存在的东西呢，它只要不是一的话呢，那都可以归为在义里面。那所以这边个别呢，就可以显示说，就跟前面一的现象相反过来，一是提到说非个别嘛，所以凡是只要是个别的法，就是只要是存在的东西，它是个别存在的话呢，那就是义的现象。所以在提到义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是两者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个别的时候呢，那以更容易解释或者说更好了解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提到说个别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就是它的能全声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瓶子和瓶子的时候呢，那无论你说的是前面的瓶子或者说后面的瓶子也好，是瓶子和瓶子，它不管你的音调怎么变呢，它所指的是瓶子。所以无论说它的声音也好，或者说它的名字呢是完全相同的缘故，所以瓶子和瓶子呢，它是无法成为个别的，它一定是非个别的法。所以我们在提到说个别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的声音或说它的名字呢是不一样的时候呢，那就可以称之为是个别。那所以呢，在这边就是提到说瓶子的时候，我们在讲说瓶子和瓶子呢，就是这边瓶子和瓶子里面的第一个瓶子和第二个瓶子呢，它的声音跟它所代表的意义呢都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它称之为呢是非个别。但是如果呢我们在瓶子和瓶子的前面呢加上第一个瓶子和第二个瓶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为个别的法，因为第一个瓶子的声音和第二个瓶子的声音呢它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讲说它是否为个别和非个别呢，就是说在个别的时候，它无论是意义在或者说在声音上呢，都是要完全的相同呢，才可以称之为是非个别。那只要是有一个不同的呢，就可以称之为是个别的法。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瓶子和柱子的时候，因为它的声音或者说它的意思呢都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呢，所以它是指相异的这种法。那同样呢，如果说我们用中文和藏文来说的话呢，比如说藏文来说是粉吧，那以中文来说呢是瓶子。那虽然说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相同，就是说它所指的东西呢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声音不同的缘故呢，一个称之为粉吧，那一个称之为瓶子。虽然说意义相同，但是因为声音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呢它也是称之为相异的法。那这边也就是所谓的个别的意思。所以在非个别的时候呢，它的意义和声音呢是要完全相同的。那你只要意义和声音呢有一个是不同的话呢，那就可以称之为是个别的法。所以呢，在这边提到说一的现象，只要说非个别法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刚刚讲的，就是这边指的非个别呢，就是要意义呢非个别，那声音呢也是非个别，就是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呢，它才可以变为一。但是呢，不用因为说一呢，它是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说在讲义的时候呢，也是要意义不相同、声音不相同的才会成为义的现象，这是不需要的。就是义呢，它只要齐备一个就可以。虽然说你意义是相同，但是声音不同的时候呢，就可以称之为是义。那同样呢，在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就是释量论的解释，薄薄的解释里面呢，还有提到说义的现象呢，就提到说它有具备不共的名字。不
共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别人不共的声音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它就是所谓个别的法，不一定要具备说意义呢也是要非个别，它可以意义相同，但只要呢你取的名字就是这个声音呢，取名的这个声音只要是不同的时候呢，就可以归位在义里面，相异的义。那我们在讲述就是相异的时候呢，那如同一般呢，它也是分为几种不同的相异。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是实物相异；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是繁体相异；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是种类的相异。那第一个呢，实物相异呢，就只要是无常的法类，那它们两者是因果关系的时候呢，就是称之为是实物相异。那同样的实物相异呢，跟实物相依呢，那我们就是这边所讲的，一的性相是非个别的法，然后个别的法呢是异的性相，所以呢，我们在放实物相异的时候呢，就放说实物个别的法，那就是实物异的性相；那实物非个别的法呢，就是实物一的性相。那第二个呢，在提到繁体相异的时候呢，那繁体相异呢，它这边讲的相异两者呢是同义的。只要是繁体相异呢，它就等同于是相异，那相异也等同于是繁体相异。那第三个呢，提到说种类相异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像我们讲的说马和牛这一种呢，它就属于说不同的种类，所以不同种类的这一种呢，就可以提到说是种类相异。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一和异这两种呢，它们是属于相违的。那相违的还有说我们之前其实就有提过什么叫做相违，然后什么叫做同义。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三句型还有四句型之间的差别。那同义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说它两者所指的意义呢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 A 等于 B 的概念。那在等到相违的时候呢，就是 A 跟 B 它是完全不会有重复的，只要是 A 呢就一定不会是 B， 那只要是 B 呢它就一定不会是 A 的这种概念呢，称之为相违。那这边呢一跟异呢就是属于说相违的状态。那现在呢，跟各位讲述三句型跟四句型呢，就是对于以后呢，大家听到三句型呢跟四句型比较容易理解的时候呢，所以今天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三句型跟四句型。那所谓的三句型呢跟四句型呢，就是我们以平质和事物来说的话呢，它的三个句型呢，就是第一个要有两者皆是的东西。就是说平质跟事物呢，你要有是平质呢又是事物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句型呢，就是说它有一法呢一定要包含在一法里面。什么叫有一法一定要包含在一法里面呢？就是平质的话呢，它就片是事物。那片的意思就是一定的意思，你只要是平质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的关系。所以就是平质跟事物它们两个含摄的话呢，就是平质含摄比较小，事物含摄比较大，所以呢会有一个法呢，它会是事物，但是不会是平质的。所以呢，就是在三句型的时候呢，第一个句型就提到说两者皆是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两者皆不是，就比如说平质，第一个呢是平质又是事物的东西，那这个我们找得到嘛，就比如说是平质。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说两者皆不是，就提到说又不是平质又不是事物的东西。那就比如说像是常法，它不是平质也不是事物。那第三句型呢，就是提到说是事物，但是平质的东西，但不是平质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找到，就像是所谓的柱子等等。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你要成立三句型的时候呢，它这两者就是 A 跟 B 之间呢，有一个是一定要含摄另外一者的，它是要完全把另外一者可以含摄进去呢，三句型才可以成立。那所以呢，这边在提到三句型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就是有一者呢，它一定会含摄在另外一者之内。就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你只要是平质的话呢，它就片是食物，就它一定会是食物的一部分。它两者比起来呢，就是食物它是把整个平质含摄在里面的。那如果呢，我们可以找到就是一个是平质，但是又不是食物的东西的话呢，那它就会变成四句型。所以四句型呢，它的句型就是第一个就是两者皆是，第二个呢两者皆非，所以二者皆是跟二者皆非呢，在三句型跟四句型呢，它是必要的两个条件，所以要么就是两者皆是，两者皆非，这两个呢就占了两个句型。那三句型呢，就只是说
A 呢它会含摄在 B 里面，就是 A 它是小于 B 的，只要是 A 的话呢，它就一定要会是 B。那这种句型呢就会是三句型。那四句型的话呢，是除了说两者皆是跟两者是皆非的话呢，那有一个是 A 不是 B 的东西，那这是第三个句型。那第四个句型就是是 B 不是 A 的东西，那就变成说四句型。那差别就在这里。二者皆是呢概念呢就是比较容易了解，就像刚刚讲的说平质呢和事物来说的话，那二者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金瓶或是宝瓶，那你无论是金瓶或是宝瓶也好呢，那它既是平质呢也是事物，所以它是属于说两者皆是的。那两者皆非的呢，那我们就提到说，就想说一切的常法等等呢，它既不会是平质呢，也不会是实物，这种是两者皆非，就它不是平质，也不是事物的。那如果说你像说是柱子的话呢，那柱子它虽然不是平质，但是它是事物，所以它就不属于说是两者皆非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在这边呢，我就再做一些举例给大家。那其实大家下课之后呢，也可以慢慢的呢去思考，就是每一个法彼此之间呢，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刚刚就提到说一还有义呢，它同样呢，它的分类呢，就是可以分为像是我刚刚讲的说实物一，或者说繁体一，然后还有说种类一等等。那在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提到说实物相异，然后说繁体相异，或者说种类相异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用一，就是提到说非个别法的这个一呢，一还有说实物一两者呢，它是什么样的关联呢？那实物一还有一两者呢，它是相违的。为什么说它两者是相违的呢？因为呢，我们先讲说是一，然后不是实物一的呢，那就比如说像是瓶子，还有说像是所知等等。那这两者呢，就是我们分开来说，实物呢，瓶子呢，它是一，那它为什么不是实物一呢？因为只要是实物一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实物呢是理解为是物质的话，就是说它只要是物质一的话，那就说它是要两个做比较的，两个不同的物质，它的物质是相近的时候呢，称之为实物一。那瓶子它本身就只有一个实物，没有跟它一个做比较的东西，所以它永远不可能会是实物一的。所以这边呢，就是两者比较说，它们的物质是一样的，才称之为是实物一。所以呢，只要是实物一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相异。那同样的呢，所知我们讲说它不是实物一的原因，因为是所知它本身是一又是常法，因为你只要是实物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无常法。我们在讲说实物一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是无常的法类，不可能会有常法，因为常法没有所谓的实物这种东西，它没有所谓的物质所组成的这种东西，所以只要是常法呢，它就不会是实物一。所以是讲说瓶子和所知两者虽然说它都不是实物一，但它不是实物一的成立方式是不一样的。所知不是实物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不是无常的关系，所以它永远不可能会是实物一。那瓶子呢，它不是实物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只有一者。那你只要是它虽然是实物，但是它只有一者的缘故呢，所以它不会成为实物一。因为是实物一，一定要是有两者以上才有办法去安立实物一。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一和实物一两者呢，它是相违的。那如果说我们用相异来说的话呢，那就比如说实物相异和相异两者呢，那这两者呢就是三句型的关系。那为什么是三句型的关系呢？因为第一个呢，你只要是实物一的话呢，它就必定会是相异，它片是相异。只要是实物相异的话呢，它片是相异。这边讲的是相异，就实物相异的话，它片是相异。那接下来呢，就是实物。那两者皆是的呢，是实物相异又是相异的呢。那我们这就提到说呢，像是常法和所知二者，常法和所知二者，它本身是相异，那它也是实物，它不是实物相异。两者皆是的呢，就提到说，像是瓶子和柱子这两者呢，它就是属于说实物相异，那它本身也是相异的。那就提到说实物相异，这边相异则是说就是个别法的这个相异，实物相异与相异两者呢，就是二者皆是的呢，就是
一切像是因果的法，就比如说烟火等等这种呢，它们都是属于说实物相异，那也是相异的，那两者皆是就是属于说这个范围的部分。那就是在这边呢，为什么要提到说一与异的关系呢？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说一与异的这个理路呢？因为呢，就是在静命论师呢，他所造的中观庄严论里面呢，他就特别提到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证得空性的时候呢，有5种最主要的理路。那5种理路呢，最主要的一个理路呢，就提到说就是离一异的正因，离一还有异的这个正因。那如果说我们对于一和有异呢，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或是一代表什么，异代表什么不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到说离一异这个正因呢，它所要诠释的空性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最主要呢，一和异呢，它这个在阐释一和异的这个理路呢，最主要就是从静命论师所到的中观庄严论里面呢，就是提到说离一异的这个正因呢，然后透过离一异的正因去理解空性的部分，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一还有异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清楚了解一和异之间呢，它到底是属于说相违还是相违，还是同异，还是三句型，还是四句型？如果说一和异本身是什么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清楚了解的时候呢，那在静命论师所造的中观庄严里提到说离一异的正因去理解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正因呢去理解空性。那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说理解空性的方法呢，我们就又少了一个。但是相反过来说呢，当你能够对一和异之间彼此的关系呢，清楚的了解什么是一，什么是异的时候呢，那透过这个理路你去看，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说静命论师呢，他在中观庄严里提到说离一异的这个正因呢，到底是在表达什么东西。那你了解了这个理路之后呢，那对你说你去理解空性的这个理路呢，你又多了一个理解的方式，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呢是很大的。那就是我们刚刚呢有提到说呢，你就是实物相异还有异呢，这两者是三句型的关系。那所以提到三句型关系的时候呢，所以就有一者呢，它必定会是另外一者。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你只要是实物相异的话呢，它就偏会是相异；只要是实物相异的，它就一定会是相异。那这边呢，就是他骗的这一点呢，他是骗的这一点，这个不需要算在就是句型里面。那我们现在开始算，就是两者皆是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两者皆是，它既是实物相异，那也是相异的呢。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像是说瓶子还有柱子这两者呢，它既是实物相异，也是相异的。那或者说一切具备因果关系的只有这两者呢，那它也一定是属于实物相异，那也一定会是相异。就比如说我们提到说种子和苗芽，或者说火还有烟，或者说今世和来世，那它都是属于因果关系，所以它呢必定是属于是实物相异，那也是相异的。那两者皆不是的呢，那第二个句型呢，就是要说两者皆不是。那两者皆不是呢，就很简单啦，就比如说像是兔子脚啊，或者说兔子脚、长发这种等等呢，它这两者都不是。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只要是相异的话呢，它就偏会是；只要是实物相异的话呢，它就偏会是相异。所以第三个句型就是说，那是相异，但是不是实物相异的呢？是哪一些？就比如说，那这边我们就举例到，就像是说常法与所知，常法与所知这两者呢，它是相异的，但是它并不是实物相异。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无常法的缘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在提到说所知的分类的时候呢，我们之前就提到说，它又分为说一还是异，那又分为说是名相还有性相的这种分类。那这边呢，我们就提到说，名相呢，它的性相是什么？就是名相它本身是一个名相，所以它有自己的性相。那名相的性相呢，就提到说其背甲有三法。那什么叫做其背甲有三法呢？那主要说名相它这种东西的案例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古特伽罗的时候呢，比特陀它是一个名相。那古特伽罗它这个名相呢，它是在安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就是它是安立在施舍处之上。那古特伽罗它的施舍是什么呢？就是运体。
就是我们的运体，就是依着施设出这个运体呢，然后去安立出来的呢，这个名相称之为无特伽罗。所以呢，就可以知道说，名相它只要是最主要的就是透由安立出来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名相。它必定是依着某个什么东西所安立出来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名相。那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起备假有的三法呢，这个是名相它的性相，就是名相的定义呢，它定义呢称之为说起备假有三法。那既然提到是假有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它是在某个东西之上呢，它去安立的。那所谓的齐备假有三法呢，那所谓的假有三法呢是哪三种？那第一法呢就自是名相，就提到说他自己本身呢一定要是名相。那第二个呢，他不做他法的名相。那什么叫做不做他法的名相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第19页的，不是19页，不好意思，第87页的那个小字下面的小字，就注释17号提到说，名相的藏文直译是所表的意思。那同样的性相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能表，就是一个是能表，一个是所表。那这边就提到说，名相它所表示的什么，就是它能表现的这个性相，它唯能在它能表现的这个性相之上去安立之外，它不能在其他的性相之上去安立它。所以他说不做他法的名相，它只能在它的性相，或者说它能表的这个东西呢，它能表示这个东西之上去安立之外，它没有办法在其他法之上呢去安立同样的名相。所以提到说不做他法的名相。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于性相之上成立。那于性相之上成立呢，就像之前刚刚所讲到的，就是他在他所安立的这个能表之上呢去安立所表之外，他没有办法在所表之上，就是其他的名言之上呢去安立这个东西，所以他一定要安立在性相之上。所以具备这三法呢，称之为齐备假有三法。那如果我们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来解释什么叫做第二个不做他法的名相呢，我们用这样子来讲说好了，就是我们知道呢，瓶子呢它是一个名相，那就是这边所讲的呢，它是一个所表。那它所表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所表示的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就是能够性相呢，它是一个能表，它能表现出来什么样的行为呢？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大腹扁平能装水，是属于它的性相，就是能够表示的。那这个能够表示大腹扁平能装水呢，那是透由谁来表现出来的？就是透由瓶子所表现出这个大腹扁平能装水。所以我们假如说瓶子呢，它所能够表现的呢，就是它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大腹扁平能装水，那所表现出来的叫做名字，所以是瓶子。所以瓶子呢，它只能在大腹扁平能装水之上去表示之外，它不能表现出像是柱子，就是你依着那个那叫什么梁，依着梁而成立的那个东西，它不能表示这种东西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说不做他法的名相。那第三个呢，就是于性相上之安立。那于性相上之安立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直接如言取义的话呢，就是在辩论场上辩论呢，它会稍微有一些过失。所以这边就是它这个性相呢，有可能是说是事项，就是我们讲说事项，就是举例的那个事项，它是有可能是说于事项上安立。然后说，如果说我们要依着就是经论上面，就是如同上面所写的，因为到底说本身著作的它的密意呢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去说他写错或是怎样。就是说，如果依着字面上的是说于性相上成立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就是性相它的事项之上的安立，于性相它的事项之上的安立呢，然后这三项就是第三项，就是这边齐备三法的第三个法。那为什么说如果说以直接就是如同说如言取义说于性相之上成立呢，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因为已经提到说，就是现在我们想要说齐备假有三法呢，它本身是名相的一个性相，
那你先要说呢，就是名相呢，它是安立于性相之上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呢是会有过失的，因为名相它本身是名相，它并不会是一个是性相，所以如果说你说名相是在性相之上成立的话呢，那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性相。它本身会成为性相，所以这是如言取义。如果说去辩论的话呢，会有一些言辞之上的过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提到说呢，就是那以这三项有法，就提到说刚刚所具备的其备假有三法呢，就是这三项为有法。就是说，那在常说这三者呢，那被称之为说假有三法的理由是什么呢？那称为假有三法的理由呢，是因为说它需要在觉知境上面成立，然后存在于事项，所以它这边是方事项，并不像说刚刚所讲的是于性相之上成立。它这边提到说存在于事项之上，然后呢，你必须观待明言故，就是所以呢，具备这三个的原因呢，所以称之为假有三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性相的性相。那性相的性相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性相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性相它是个名相，它的性相呢是什么？所以提到说其备实有三法呢，即性相的性相。那这边就提到说，刚刚讲到说假有三法，那这里提到说实有三法。所以假有三法跟实有三法的差别呢，就是说假有三法呢，它是要在实有，它是就是假有，它是要安立在实有之上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瓶子呢，它这个假有呢，就是说它说安立透有面说安立这个瓶子呢，它是要安立在谁之上的？它是要安立在实有的这个法上，就是提到说大腹扁足这个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实有的法，你要在它之上呢，然后去安立于这个瓶子，所以你有提到说其备实有三法呢，即性相的性相。那这边的实有三法呢，那实有三法是哪三种呢？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自是性相，不同于假有三法，假有三法说是自是名相嘛，所以这边就提到说第一个自是性相。那第二个呢不做他法的性相。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讲说假有三法的第二个呢是提到说不做他法的名相。那这边呢性相是一样的，它是不做他法的性相，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是能表，一个是所表，它能够表示的呢，就是唯有它的这个所表能够表现出来，唯一能够在它这个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只有在一个法下面，就是由它的名相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说大腹扁平能装水呢，它能表的呢就是瓶子的意涵，它所能够表示就是瓶子的意涵，它唯能表示瓶子的意涵的缘故呢，所以它不会作为他法的性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要说不做他法的性相。所以呢，第二个呢，不做他法的性相呢，就提到说，像刚讲的大腹扁平能装水这个性相呢，它唯能表示的呢，就是唯能表示瓶子，它不能表示出是柱子或者说其他树木啊等等的这些，它唯能表示就是瓶子的意涵，所以就说不做他法的性相。那同样的呢，第三个就是于名相之上成立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如言取义的话呢，也会如同说刚刚就是假有三法一样，会产生一些过失，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去解释的话，就是说是于名相的事项之上成立。因为你如果说不把它放作是于名相之上的事项成立的时候，我说在名相成立为名相之上成立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在性相呢，它是安立在就是假有三法之上，那这个呢就变成说不太合理，所以那边就提到说它应该是安立在名相的事项之上，然后具备这三法呢，然后称之为是实有三法。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样的，然后就是称这三个呢为实有三法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因为在觉知境上显现，不须观待名言故。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一个就是关于名相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在解释说，为什么这三者称之为是名相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觉知境上成立，然后必须观待名言的缘故。那这边又提到说，一个是要观待名言，一个是不用观待名言。那这两者的差别呢是什么？就比如说呢，当一个普特伽罗，或者说一个人呢，他看到大腹扁平能装水的时候呢，就是你不需要旁边有一个人，就是当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
大腹扁平能双水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的眼视自然就证得了大腹扁平能双水，不需要有一个人呢告诉我说这个是大腹扁平能双水，这个东西呢叫做瓶子，并不需要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证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官带名言，你就证得了大腹扁平能双水。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这边讲官带名言呢，就是说当你要了解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瓶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大腹扁平能双水，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物体，这个放在桌上的这个瓶子我看到，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叫做瓶子，而是旁边人跟你说哦，这个东西叫做瓶子的时候，你了解说它的名言是瓶子，你才不好去证得它的时候，就称之为说是官带名言。所以在证得性相的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官带名言的，但是在证得名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官带于名言的缘故。所以这边又提到说是否官带名言。所以呢，就是透由这边我们可以了解说，就是因为在觉知境上显现，那觉知境上显现呢，是否官带名言呢？但是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有很强烈的作用，就是说需要官带名言或是不官带名言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了，就是非其类假有三法及非名相的性相。其实这边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呢，非名相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所以呢，它是具备性相的。所以非名相这个东西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是非其类假有三法呢，是非名相它的性相。那所以同样的呢，非性相呢，它也是一个名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性相的。那非性相这个名相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是非其类实有三法，那就是非性相它的性相。那现在呢，我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请大家回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很多的同义、相违、三句型、四句型的关系。那现在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名相和非名相的两者呢，它是同义、相违、三句型、四句型的哪一者？那这边有人说是三句型，三句型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因为如果要成立三句型的话呢，那就要举例出一个是名相不是非名相的，或是非名相不是名相的。就是说在这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同刚之前呢讲到说所知呢和常法是一样的，就是所知它本身是常法，但是所知的话呢不一定是常法。所以呢，非名相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但是不表示说只要是非名相，它就一定会是名相。那这边有人提到说是相违，那如果说提到相违的话呢，那就请问来说，那非名相呢，它自己是什么？那这边就询问说，如果说那非名相它自己呢，就是说它本身是名相。但是如果说我说非名相它是非名相呢，你们如何回答？因为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如同我们在理解说瓶子的时候呢，瓶子呢它本身是瓶子，同样的呢，柱子呢它本身也是柱子，所以呢，我在这边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理解说非名相它本身是非名相呢？那有人说就是非名相呢，它不会是非名相，因为它呢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这边呢就是表示你们回答正确了。那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非名相呢它的性相是什么？非名相的性相呢是提到说非其类假有三法，但是呢就是非名相它本身呢是有一个性相的，所以它本身就不是非其类假有三法这个东西，因为它有一个能表的性相，它能表的性相是什么？就是非其类假有三法，所以非名相它自己并不是非名相，非名相呢它是一个名相，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所以同样呢，下面呢这边就会提到说呢，非其类假有三法呢是非性相的性相。那所以同样呢，就像刚刚我们所理解的一样呢，非性相呢它本身是一个名相。那这个名相呢，非性相，它这个名相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是提到说非其类实有三法，所以非性相呢，它本身是一个名相，所以它不会是非其类实有三，
它不会是非实有三法，因为它本身呢是具备实有三法的，因为它是一个名相，所以它有它自己的性相。所以在了解说呢，就是我们在了解这些前后的关系的时候，就是去看它这个是否具备实有三法或是假有三法的时候呢，就是它本身是否是一个名相，然后去做安立的。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说，就是复古说底且具有沉水作用者呢，及宝瓶的性相。这边提到说瓶子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它的呢肚子是圆的，所以提到说复古。然后说底呢，就是它的底部呢是凹进去的。然后呢，具备装水能力的这个具有这种作用的呢，然后就称之为是瓶子。那同样的呢，就第二个提到说具有称量作用者及柱子的性相。那树的性相呢，就提到说具有枝叶者，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颠倒过来理解说，就是复古说底且具沉水作用者呢，它是一个性相，那它就是宝瓶的性相。那所以同样的，宝瓶呢，它是复古说底且具有称水作用者的名相。那同样的，柱子呢，它也是具有称量作用者的名相。那树呢，它也是具有枝叶者的名相，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刚刚就是实有三法跟假有三法呢，然后来安立彼此就是名相跟性相的关系。